光緒26年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清廷屈膝求和，被逼割讓大幅土地，同埋賠償白銀4萬萬兩。內憂外患，中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。喺呢個中華民族最屈辱、最痛苦嘅日子，有個中國人誕生啦，佢叫做霍元甲。我而家玩嘅係霍家嘅內功拳，你哋俾心機學。係。